早新聞報導。大家好，我哋係低班住嘅小朋友。我係今日嘅天氣報導員奕林，今日會為大家報導天氣。今日係2026年4月25號，溫度係25度。而家睇下天氣先生嘅報導預測。唔該晒天氣先生，歡迎大家收睇我哋嘅特別報導。我哋今日要同大家一齊去睇下2026年香港嘅櫻花點樣盛開，仲有最新嘅賞花資訊。哇！春天嚟啦！聽講香港嘅櫻花已經盛開啦，我真係迫不及待想去睇下。記住，係啊！大家快啲嚟睇下粉紅色嘅花海，真係好靚㗎！我哋一齊嚟大熱門賞櫻地點啦！記住要遵守規則，賞花嘅時候要尊重啲花草，咁我哋先可以享受呢個美麗嘅春天。咁而家由我哋嚟介紹2026年最熱門嘅8個賞櫻地點啦。呢度嘅河川櫻啱啱開始開，係日本嘅櫻花品種之一，靚到不得了！哇，好靚啊！哇，好靚啊！哇，好靚啊！呢度有最近100棵櫻花，沿河邊綻放，顏色由粉紅轉白，變化多端。哇，白色㗎！哇，粉紅色㗎！呢度嘅公園有好多品種嘅櫻花，仲有昆蟲館，一家大細可以好開心一齊玩。我哋一齊睇昆蟲啦！好啊！呢度嘅粉紅大道好靚啊，360度都係粉紅色㗎，影相好正。Sky sk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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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ky。呢度有成400個蒼蠅同其他花卉住對直一起。哇，好靚啊！哇，好靚啊！附近運動場仲有風鈴木，同時綻放紫紅同埋金黃色嘅雙色花海，即將盛開，真係好期待啊！哇，係金黃色㗎！哇，係紫紅色㗎！見到好多種花櫻桃，花型好似雨傘連狀，好特別啊！還記得櫻花正開，白松櫻好多層次，園內仲有百鳥塔，
可以遠眺新界西嘅風景添。近日天氣逐漸回暖，大家記得把握花欣賞櫻花啦。不過喺上映之前要記住重要規則，要記得愛護環境，人人有責，不可摘花，不可喧嘩。上映規則你要記住，記住啦，記住啦，你要記住啦。大家記得晒啲規則未啊？咁我哋就可以同大家一齊享受呢個美麗嘅春天啦。當然記住啦，我哋一齊去賞花啦！多謝大家收睇我哋嘅賞花特輯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喺2026年賞到最靚嘅櫻花啦！拜拜。